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1节到第6节，14节到16节。耶利米书第23章23节到32节。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出死入生。苏俄侵略乌克兰差不多半年外的时间，因原本掠做几工就会当将乌克兰来攻落来，但是这苏俄的军队却是食着亏啦吼，节节的败退。正规军呢死亡伤过侪下面，这个苏俄开始咧招募外籍的兵团，甚至最近因还阁去到伫监狱内底去募集动刑犯。因安尼讲，只要会当伫战场生存落来，就无阁需要被关。听报道咧讲，安尼招募效果无好，因为就连这个监狱内底的动刑犯，因宁可互人继续关20冬、30冬，也无愿意去当作炮灰，去拍一场无有意义的战争。这个人拢无准备要去为着国家来牺牲这种的心，因为呢，可能对战争无认同，也对战赢无有盼望，所以整个观察落来，所有军队无有准备出生入死的准备。真侪军人甚至去互骗到乌克兰了后，才知影讲是去战场要相战的。基督徒的信仰必须爱准备去出死入生，这甲咱头前咧讲无共款啦吼。所以毋通误解，即种的讲法毋是叫咱亲像去赴战场即种的战争，这是一个属灵战争的战场。基督徒必须爱有意愿受到更新的即种的心志，互旧的性命死去，会通得到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赏赐的迄个过活的活命，来得到性命的更新。以色列人的先知捌讲白贼，捌带领以色列人这个人民行歪错，离开上帝的真道。耶利米先知安尼讲：我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无有人会通闪避我，互我无看见伊。敢讲你毋知影，无论天地倒一个角落，我拢伫咧吗？我听到遐个先知用我的名骗人，因自称伫梦中得到我的信息。遐个先知讲白贼，将我的子民带入去伫歪错，因骗人要骗到第时啊！因掠做家己所编造的梦，会通互我的子民袂记住我，好若亲像因的祖先捌袂记住我，转往巴力同款。这种的人其实是进入着死亡之地，是入死啦吼，毋是入生。所以亲像保罗伊所讲的，罪的代价就是死，离开上帝的人就是入死。
敬拜偶像的以色列人，遐个做梦的假先知，就是迄个家己去进入伫死亡之地的人，也受到引诱进入伫死亡。也入比先知安尼讲，做梦的先知应该安怎讲伊做梦？听见我的信息的先知，应该爱忠实来传达我的信息。杂草甲麦仔怎会当相提来做伙论呢？我的信息亲像火咧倒，亲像一个讲喙的岩石会铁退。所以我上主安尼讲，听吧，我要对付即阵的先知，因彼此用话对方的话当作我的话在传达。听吧，我要对付即群的先知，因遮个人的梦拢是骗人的。因所讲的遮个梦，用白贼甲真碰风的话，将我的子民来带入去歪抓。我并无差派因，也无授权互因，因对我的子民无有路用。我上主安尼宣布啊！相信上帝的人，无论是以色列人，或者是基督徒，必须要安怎才会当出死入生呢？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就讲，安尼性命会转变。保罗也提到着人得罪上帝的事。伫早前，恁因为犯罪违抗上帝的命令，恁伫灵性上是已经死啊！迄个时阵，恁对这个世界的邪恶风俗，顺服天界的掌权者，就是管辖遐个对违抗上帝命令人的邪灵。其实，咱每一个人对早前拢甲因共款，放纵本性的私欲，对着肉体甲意念的私欲，因为安尼咱就要甲别人无有差别，拢注定爱受到上帝的处罚。这种情形真亲像过去先知提到着以色列人离开上帝敬拜偶像，然后家己就必须爱去面对迄个苦难，进入伫迄个死亡共款。保罗就亲身经历着一个生命的蜕变，伊担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赏赐遮尔大佮无穷的疼。迄个丰盛的人民的恩典，来得到生命的转变。保罗讲，但是上帝有丰盛的人民，伊对咱的疼遮尔大，咱的灵性伫危命会最中间死的时阵，伊互咱甲基督同齐，搁再活起来。是伊的恩典救恁，上帝已经互阮伫基督耶稣的生命，甲基督同搁活，一同伫天顶掌权。伊安尼做是要世世代代表明伊极大的恩典，就是伊对基督耶稣咱显示出来的慈爱。恁是靠上帝的恩典凭信心来得救，这毋是出自恁家己的行为，乃是上帝的恩赐。既然毋是靠行为，恁就无有啥物通好夸口的。上帝是咱的创造者，伊借着基督耶稣改造咱，爱咱行好。这是伊早就已经计划要爱咱去做的。
对圣经的观点，保罗的神学的角度来看，做得到赦免，就是脱离死亡，咱咧讲的出世，领受到救恩，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被完全的改变。保罗想提到着基督徒的生命是因信来得救，所以安尼讲，安尼咱伫遮追求因信基督来得到甲上帝合意的关系的人，佮甲外邦的人共款去用看做罪人，这无等于讲基督咧支持罪吗？绝对毋是。因为如果咱重新起做家己所拆毁的，就证明咱迫害法律。就法律来讲，我已经死，是互律法出世的，是要互我会当伫上帝来活。我已经甲基督同齐钉伫十字架顶，安尼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。是基督伫我的生命内底伫活，我现在活的是正着信上帝的囝来活。伊疼我，为着我放杀性命。这是加拉太书第2章17节到20节的经文。今日的诗篇是91篇第1节到第6节，14节到16节。找志愿的上帝做避难所的人，会徛起伫全能的应允下骹。伊对上主讲：“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是我所倚靠的上帝。”上主要救你脱离长鸟仔的罗网，甲致命的瘟疫。伊要用石甲你扎咧，互你秘伫伊的膝骨下。伊的信息最大细的盾牌保护你，你免惊眠时的恐怖，还是日时城内的钱，嘛毋免惊黑暗中流行的瘟疫，还是日中昼毁灭人的毒症。14节，上帝讲：“因为伊真疼我，我要解救伊；因为伊捌我的名，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。伊求叫我，我要应伊；伊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伊同在。我要解救伊，互伊有尊贵。我要使伊当岁收，互伊满足，互伊看见我的救恩。”恳求主帮助阮伫生命中靠主来得胜，并且帮助咱赢过这个试炼，无进入生命的苦难，帮助阮经历来历练，互阮会通成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互阮会通对主来出死入生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